10年啦，10年啦，你知唔知我呢10年點過㗎？呢10年呢，我都喺度賣樓啊！從當年呢，人哋叫嘅小譚呢，依家人哋見到我都叫老譚啦。呢期呢，有個粉絲嘅朋友，佢話想了解下我哋一個白蕉新城嘅一個現狀，咁我亦都通過鏡頭呢去記錄一下，講述下我呢10年呢同埋白蕉新城嘅愛恨情仇。隔離呢，呢一度呢，大家記唔記得？熟唔熟悉？嗱，當年嘅1415年嘅時代傾城嘅售樓部，有幾多人呢係當年衝住佢呢一個美輪美奐嘅售樓部入邊嘅泳池、會所、籃球室，記得呢，佢板房門口呢，仲租咗2個大笨象喺嗰度嘅。當年呢，有幾多人係因為呢樣嘢而入嘅？好啦，今日呢，通過鏡頭呢去睇下白蕉新城依家到底點樣。10年之前我不認識你，你不屬於我。嗱，呢邊呢就時代傾城嘅1期啦，嗰邊呢就係我哋嘅時代天神，再過去呢就豐常。10年之前呢，呢度呢係一個荒廢嘅沼澤地，嗱，依家呢已經變成我哋嘅和益生態公園啦。春天呢可以睇到我哋嘅木蘭花、黃花風鈴木、洋紫荊喺度開花。夏天嗰時候呢，嗱，呢個蓮藕塘荷塘月色可以睇到。深秋嗰時候呢，黃花風鈴木就喺呢度開放啦。咁我哋嘅豐常啊、天神啊，同埋我哋1期包括萬科業主呢，嚟呢度會比較多。咁2期同埋金地格林柏樂嗰邊嘅業主呢，就去後邊嘅河嘅另外一邊嘅公園呢，會比較多。呢個生態環境嗱，其實得閒撩下狗仔、跑下步都係非常之舒服嘅。嗱，呢一度咧就白蕉依家最有牌面嘅佢嘅教育啦。呢一度就係我哋嘅文源中學斗門博雅校區，隔離咧就係我哋嘅博雅小學。咁幼稚園咧亦都係有春天里啊、洪雅啊同埋金地格林柏樂嗰度樓下咧，亦都係有幼稚園嘅。嗱，12年一貫制嘅呢個教育咧都圍繞喺周邊，同埋咧真係可以做到咧才出家門就進校門，10零分鐘嘅時間都係可以覆蓋到周邊嘅呢幾個小區噶啦。咁講翻咧，我哋嘅呢個集團教育嘅呢種模式咧，好多人喺網上咧都有吐槽，覺得咧就是為了發展商業嘅賣房。咁事實上嚟講咧，呢一個我哋嘅斗門嘅博雅中學咧，網上咧舊年講嘅嗰個中考嘅狀元咧就出自呢一個學校。咁確實咧考上600分，第一屆我冇記錯應該係300幾人參加我哋中考。咁考上我哋600分嘅一個人數咧，其實亦都係不在少數。所以咧喺教育上嚟講咧，係要俾一個大拇指佢。雖然咧未有晉身我哋嘅第1嘅一個梯隊，咁確實嚟講咧唔會差到邊嘅。落樓咧係有我哋嘅公交站2趟車，但係需要提醒嘅呢個地方，其實嘅交通咧其實真係稍為差少少，因為咧早上高峰期嘅時候咧，佢要半個鐘到先可以出到湖心路嘅。咁如果係話你係選擇喺市區搬磚咧，35分鐘到可以到達咧我哋嘅富華里同埋香洲區府。咁如果係話去我哋嘅橫琴口岸同埋拱北口岸咧，就41到44分鐘嘅一個時間。當然啦，高峰期嘅時候咧，你呢個時間係要增加啲預算上去嘅，因為早晚真係會塞車。咁呢一個情況咧，就只有寄望於佢後邊再建嘅呢個勝利路啊。咁到時可以快速通往我哋嘅湖心路嗰邊同埋珠海大道嗰頭啦。再加上咧嗰個我哋嘅珠海隧道大橋下邊嘅隧道咧，係明年嘅上半年咧應該就會通車噶啦。到時呢個交通嘅情況應該係會有所改善嘅。嗱，呢一個 M 記咧應該係白蕉新城最早嘅一個商業啦。周邊嘅樓未起嘅時候咧，呢個 M 記就已經存在喺呢一度噶啦。最早期嘅我哋嘅白蕉新城呢個商業街咧，就只有呢一個萬科美力之城嘅呢一個商業街。電影院咧，依家咧亦都係已經係關咗門唔開噶啦。不過咧，依家確實盼星星盼月亮咁樣咧，步行11分鐘就可以去到我哋舊年開業咗嘅招商花園城。咁自駕去到我哋嘅萬達廣場13分鐘，15分鐘嘅時間咧都可以翻井岸城區嘅我哋嘅大信新都會。咁去到我哋嘅金灣嘅華發商都會稍為遠啲，23分鐘。整體上嚟講啦，確實依家嘅一個商業咧都成熟起嚟嘅啦。你唯一需要擔心嘅咧就係自己荷包夠唔夠鼓，有冇錢買單啫。
嗱，喺醫療上邊咧，呢度係有我哋嘅社區嘅一個門診醫院。咁7分鐘咧可以去到我哋嘅斗門婦幼白蕉嘅院區，13分鐘時間可以去到我哋嘅河對面嘅三甲醫院遵醫5院。如果出香洲嘅南琴婦幼嘅保健院三甲醫院咧，嗰邊就要31分鐘嘅時間啦。咁醫療上嚟講咧，其實都尚好啦。最能撫慰凡人心，莫過於人間煙火味。嗱，對面咧就我哋一個虹橋市場，呢度嘅街坊真係盼星星盼月亮咁樣咧，先喺舊年年底嘅時候咧將佢盼嚟㗎啦。嗱，如果覺得市場唔夠咧，隔離呢個空地當初規劃嘅商業嘅地方流拍咗好幾次，依家咧就係呢周邊嘅街坊嘅一個菜園籃子嘅工程啊，得閒你都可以過去種下菜嘅。最是人間留不住，朱顏辭鏡玉池樹。呢個呢，就係我曾經戰鬥嘅地方啊，都留低咗好多嘅故事同埋回憶。喺15年嗰時候呢，同我買樓嘅呢個滔哥呢，當初買應該係8000蚊到啊，咁就當初係為咗養老嘅，依家一日都未過嚟住過。佢估計呢，想等埋我退休，同我一齊喺到呢度養老。高峰期咧，亦都係13000幾嘅毛坯成交過呢一度，應該係1819年嘅時候。咁隔離咧，時代嘅3期咧，咁喺14年底、15年頭嗰時候咧，係差唔多接近9000蚊左右嘅一個成交價錢。咁嗰個靚女業主咧，從當初嘅17、18歲咧，舊年都已經成家，非常之遺憾，唔可以親自去現場同你去祝福啊！咁依家嘅呢一個片區嘅一個情況咧，周邊嘅價錢真係泡沫咧，係已經治得差不多噶啦。咁7、8千蚊嘅一個價錢，咁周邊所有嘅嘢嘅配套咧，其實亦都係比較成熟嘅。唯一輸蝕少少嘅咧，咁就係佢如果係話你要去香洲、要去拱北嗰邊去通勤嘅時間咧，係會略微咁長少少。咁置業嘅建議上邊咧，嗱，如果係話發封常咧，就園林同埋管理咧係最好嘅。喺呢個片區嚟講，但係咧就嗰個兩梯6戶咧，亦都係好多人接受唔到啊！依家如果話買1期嘅話，7、8千有成交噶啦。萬科魅力之城咧就主打一個性價比。咁如果你係買時代嘅咧，咁而3期嘅呢一邊早期咧，物業嗰度咧就紛紛鬧鬧搞到，但漏距最闊嘅咧就佢啦。當然，如果你係話想靚仔少少、新淨少少嘅，可以考慮翻我哋嘅時代天神。小區就唔大，咁周邊仲有一個咧就我哋嘅招商依雲水岸，但係嗰一邊同埋包括恒隆愉景咧，佢都係唔係屬於我哋一個博雅嘅一個書包嘅，嗰邊係屬於一個孔雅中小書包。咁呢邊嘅金地格林帕樂咧，其實亦都係主打性價比。咁周邊入住率最高嘅咧，都係萬科同埋時代嘅。咁好啦，呢一期嘅視頻咧，真係嘔心瀝血咁樣同你去製作噶啦。睇到呢一度，我相信以後冇任何周邊一個 sales 可以忽悠到你，記得俾翻個 follow 啊！